上年香港首富李嘉誠粉墨登場，向港大醫學院同埋中大醫學院捐出嚟自美國嘅治療肝癌新器械超聲波組織碎化系統 Histotripsy。成個捐贈計劃大概值600萬美元，即係4680萬港元。捐贈儀式裏邊96歲嘅李嘉誠驚喜現身，喺視頻連線就睇咗一場以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進行嘅肝癌模擬手術。呢項新嘅技術係喺唔使動刀、唔會流血嘅情況底下擊碎肝癌細胞，並且將細胞變成液體。成個過程只係需要5分鐘。李嘉誠一路睇一路驚呼話：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睇到首富聲情並茂嗰句不可思議，令我諗起2009年李嘉誠喺旗下位於將軍澳垃圾堆填區側邊嘅樓盤回應氣味問題嘅時候亦都曾經興奮咁話：心曠神怡啊！因為首富嘅現身同埋加持，就好似兩部碎化機嘅代言人咁。市民就唔會記得嗰個翹口嘅學名，只會叫佢做李嘉誠嘅治癌神器。最初李嘉誠將神器捐咗俾公營嘅瑪麗醫院同埋威爾斯醫院進行臨床嘅試驗，90日裏邊就治療咗30個肝癌嘅患者，但係之後醫院再冇用呢個神器啦。今年3月，李嘉誠決定將呢一套儀器轉贈去私家醫院，所以而家神器已經落戶喺養和同埋港怡，仲有中大醫院。李嘉誠又再落力咁為私家醫院嘅新儀器賣廣告啦。今年4月，李嘉誠宣布再捐多2部神器俾新加坡國家癌症中心同埋國立大學癌症研究所。捐贈儀式上邊連前總理李顯龍嘅夫人何晶都有出席。大半年嘅事態發展，俾大眾一個咁樣嘅印象：首富捐咗2部全世界首創嘅治癌神器俾公立醫院。本來廣大市民可以受惠嘅，但係醫管局就有保唔用，令到呢個神器落入咗私家醫院。而家喺私家醫院大概俾30萬就可以做一次 Histotripsy 嘅治療，從此只有有錢人先可以享受呢個先進嘅醫療服務，而公立醫院之前做嗰啲臨床試驗嘅病人就無端端成為咗有錢人嘅白老鼠咁話啦。唔單止普通市民係咁諗，連一向關注醫療問題嘅立法會議員陳凱欣都炮轟醫管局，話佢哋白白流失咗一部咁好嘅儀器。新機全數落戶私家醫院係事實，大眾有劫貧濟富嘅壞觀感亦都係正常。但係首富8個月嚟多次嘅赤膊上陣，驚呼不可思議，唔通大家都冇聞到一啲營銷嘅味道？香港嘅醫療政策好嚴謹，對任何創新嘅藥物或者係器械嘅使用會有個金標準，即係話要同現有嘅治療方法作科學嘅對比，而唔係根據某一位厲害人物嘅宣傳就趨之若鶩。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係世界嘅肝臟醫學權威，佢嘅解釋相信比首富嘅不可思議更加有說服力。盧局長話，就治療肝癌而言香港現時就有射頻消融、微波消融、放射定位治療3個方法。呢3個方法都有多年嘅局部復發率、轉移率同埋5年全復率嘅數據作為參考。而 Histotripsy 呢個系統目前只有30日嘅安全數據。我只能夠咁講，呢部機暫時唔係 Me Best， 即係同類裏邊最優，亦都唔係 Me Better， 即係同類裏邊嘅較優。如果我係病人，我會問1年、5年醫好嘅機會有幾多呢？或者有人會話政府向來保守嘅，咁所以好多醫學新科技都追唔上私家醫院。盧局長話，出現新療法對病人嚟講係好事，但係創新嘅藥械需要更多嘅臨床驗證先可以普及使用嘅。未有數據之前，千祈唔好講話呢隻藥超級無敵啊，冇咗佢病人冇得醫啊咁。呢個係錯㗎。神器到底神唔神？暫時未有太多嘅數據支持，但係神器係豉油，使用者每次用就要買隻雞呢個就係事實啦。根據港大醫學院嘅資料，呢個碎化機每次治療要用嘅一次性水膜成本係8000美元，即係大概62000港元，即係話每次開機成本至少要6萬蚊。
就好似我哋買部咖啡機，你每沖一杯咖啡都要買專用嘅咖啡膠囊，少數怕長計，嗰個膠囊呢先至係商人長期要賺嘅錢。正如好似盧局長所言，香港已經有多種有效嘅方法治療肝癌，如果有需要，連肝臟移植呢，公立醫院都會幫你做。換個肝成本價係150萬，本地居民只需要俾住院費120蚊一日，說明醫管局唔係唔願俾錢，而係要考量呢一筆錢到底值唔值得俾呢？癌症最可怕係會復發，今日無痛無創醫好咗啦，咁下年呢？後年呢？5年之後又會點呢？首富只係個商人，唔係醫生，佢嘅不可思議同當年嘅心曠神怡性質係咪有啲相似呢？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